間上有時尚歡欣，後多層啊嘛，仲有風神啊，出邊上咗少少你仲係跑得好快，後多層啊嘛就隨緣得勝啊，最後百零米做好自己仲係佔先啊，時尚歡欣先過咗賢者威風，再過埋做好自己，後邊追上嚟嘅馬仲有隻風神啊，最後百零米時尚歡欣走甩咗個零身位，贏出呢場賽事，風神第2啊，第3名埋邊位置係嗰隻做好自己同埋追上嚟嗰隻天蓬貓影相爭第3啊，結果今場賽事呢隻時尚歡欣都唔係話自己一隻擺前面走啦，跟人跑追人一樣冇問題啊！咁啊後邊追上嚟風神啦，咁啊跑翻個第2、第3名嘅馬埋邊位置，做好自己追上嚟嗰隻係天蓬貓。洛飛得手啦！呢隻時尚歡欣啊，洛飛落到5.6倍啊，擺前贏馬。第2啊，風神啦，有個好嘅檔位都擺前咗走噶啦。第3啊，做好自己，臨尾少少捱嘅。第4係後上天蓬貓，唔錯喎，都追近喎天蓬貓。今次唔喺開邊追，喺中間上，都叫正路係嗰幾隻有個近績支持嘅馬咯。